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是钟英群阿群妹。你接上讲一句话吼，按到民以食为天，福喜来嘅按到年来，同大家手机嘅当到好食咧，还个动用心种嘅一条农作物，大家有谈过当到农法，什么吉园谱的认证啊，也系讲你有机农法、无毒农法、友善耕作，其实按到福喜来。按到年嚟都手機嘅當到，不過今日我同大家手機嘅一張農法，係連阿權妹捱都冇談過嘅哦。佢按到微笑自然農法，雖然要微笑，係那種微笑是這個手機了，當分嘅這個微笑不是哦，係另外一種微笑給了分享。你今日嘅來賓，先來歡迎我們的麗芳姐，歡迎。太奇卡吼。我是来立芳，姓来很特别的姓氏对对对。好，那待会就请立芳姐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来宾，他是我们的彦德哥，欢迎。大家好，我是来自信步移民苗的彦德。哦，移民苗的彦德哥，吼，欢迎两位来到节目现场，我来同大家来收集。马上很多微笑自然农法，看一下的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微就是轻微的那个微，酵素是酵是酵素。的酵，对，生了要知道微笑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农法？它其实就是一个微生物和酵素的一个结合。对，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就是环保酵素这个东西，它是利用果皮、菜叶，它可以制作成酵素，那它对我们的环境很有帮助，那我们才去研究这个。酵素微生物的这个方面。像戴美丽啦，那我接上看到做优片里沙地种菜的时间，为了给的菜下面就是菜叶那些，或者是蛋壳，就做皮料就撒在土里面，这样是不是有一点点类似的概念？那个是比较算传统式的，可是它会发臭。哦，对，不小心会发臭。是，那我们用的这个环保酵素呢，它有一个比例，它有1份的糖，然后3份的果皮菜叶，10份的水。糖是用糖，怎么感觉起来蛮好吃的？对，它就是给我们土壤吃的一个酵素。所以糖跟果皮跟水，就只要这三方东西，也得会比例还真口的是正确的。是。然后是不是要有一个过程让它来发酵？它要放置3个月，在这3个月之中，我们均匀搅拌它。那我们搭配的就是说，偶尔让它透气。然后，但是要密闭，不让它接触到外面的，让它透气，就是等于说大部分时间是要一片皮了，是要密闭的。然后有时候让它打开来，对，透气。但是我很好奇你看你厨余类，就是因为果皮它算是生厨余嘛，对不对？没有煮过的这些东西，这样的东西不用3个月嘞，是3个月不会发臭吗？不会，因为我们里面是有一些，我们糖分就是去供养一些好的。微生物菌，它在里面就会去做一些作用，然后抽容它就其实为扁豆式方式，跟我们以前的方式一样，让它做就是类似堆肥，但是我们的微生物很好，然后它就会把它在里面做一些发酵，它就不会发臭。古时候啊，同传统的那种果皮直接放在土壤里或土壤上的那种感觉，差别在于微生物的多寡，对不对？是，对。那微生物提供土壤的哪一些养分？微生物可以怎么样的改变土壤？微生物，就是像我们身体如果肠道不健康的时候，我们也会补充益生菌。对，那像土壤，它也有土壤的益生菌。对，我们在做环保酵素里面，我们发现说，我们单纯利用这个环保酵素的作用没有这么的好，所以我们有请教了一些生物博士。那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那个
酵素微生物菌里面再去找了一些强势菌，强势的菌种。对那这些菌都是来自于酵素里面会产生的菌，是，然后我们称作为土壤改良剂。土壤改良剂是，它就是我们土壤的微生物，微生物菌就是等于说是它的好菌。对，土壤的益生菌的感觉，对不对？对。所以只要让土壤吃到亚德菌，吃到这些菌种，它就会改善它的土壤，让它有好菌存在在土壤里面。是，对，而且很酷哦。今天其实我看到这一盘胶囊，我想说今天是要给我吃，是不是？就是做一下新陈代谢啊，让我自己这个它都后群都哪个身体度红。但是这不是我吃的，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土壤，这是我们的土地使用的。对。好，你要怎么把胶囊给土地使用？我好好奇哦。是，那我们不是有在做环保酵素吗？对。那我们的这个益生菌，这个土壤改良剂，我们就是会搭配我们的环保酵素。那我们会把它打开来。对，打开来之后，我们在大概一周前，那我们在这个是做成胶囊的时候呢，它是休眠状态。休眠，对，我们的菌是处在休眠状态。怎么把它叫醒来？对，我们怎么把它叫醒来？我们就要给它一些动力和食物。对。我们给了它一定比例的水，也是要糖，加上我们的环保酵素，我们让它起来活动。对，那它有养分了，它会慢慢起来，然后它活动活泼了，我们就可以施作在我们的土地上。哇，姑说按的呀，你也奶油，因为有了这些酵素，有了这些微生物，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健康。那我们解决了土壤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土地上的改良当然对作物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外面的一切的变因也会影响到植物，比如说像黑虫是，对不对？那你改变了土壤，但是上面的虫还是很多啊。对，你要等于要用清流、它甜盐、它吃盐的方式来种东西，那病虫害要用来处理。第一个提点，我们当然最方便的方式就是用抓的，但是没有那么多，但是好辛苦啊。对，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一种我们自然农法的，农友大家都在用的一种叫做葵无露。那我们葵无露，对，那就是我们用一体的手工皂，加上我们的酵素，加上我们水去调配出来的天然环保的一个除虫剂。所以我们就是在把它喷洒在叶面上面，虫它就会比较会也没有完全去把它杀死，就把它驱离，因为酵素本身它有点酸性，所以它会把驱离这些。所以手工皂，据我所知，手工皂应该会稍微偏碱性一点点，对不对？对。但是你加了酵素的对酸性，对，它还是主要的 pH 值还是会偏酸的。偏酸，对，是。所以酸是可以驱虫的。对。那我们平常我们也是没有在葵无露的时候，Endo 酵素嘛，又调配它比例，稀释量时有去喷洒叶面，它也起码又在驱虫。酵素没走的，羟酵素也可以。对，那就走环保酵素，我们也可以去走那驱虫的，驱虫的那个一个，等于是我们都没有在用有机农药，所以我们是用天然环保的对酵素去驱虫啊，对，也是友善土地，因为它是一个食物链啦。其实你把所有的虫杀掉了，其实还有更多的虫来，没错。所以一个虫会把另外一个虫克死另外一个虫，所以我们是友善让它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链的轮回。那我们搭配我们土壤改良之后，它其实我们人体的肠道健康了，跟土地的肠道健康了，其实植株强壮了，其实病虫害就少了。我们人很健康，其实身体就不会生病。其实土壤也是一样，我们每天接触的土壤其实跟我们人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需要给它很好的一个益生菌啊，所以它才会强壮，我们的虫害就会减少啊。所以其实某用药用清凉甜盐的方式，也不特别去刻意的用药来除虫。是。对，那这样子是可以让整个环境的生态很加丰富。可能人家的田里面只有几种动物，但是你们的田里面可能你们的生物非常非常的多。对，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这很重要，因为一物克一物。刚刚我们说过了，像可能螳螂
它就会吃掉了文白蝶。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古时候改给甜度烘懂丰富，植物也很健康，生态也很丰富，但是这些生态的丰富不会太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植物生长，对不对？没错。哇，古时候却按的清凉田园的风色，按牙的每。因为按的田野的风色，有按豆，今天带来非常多的产品，可以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你要都有哪几类的产品吗？我们现在做比较多的就是这个酸甘茶，对，所以酸甘茶也有。那我有看到这个醋啊、酵素啊，像前面还有姜黄粉、还有米咖啡，待会再跟大家介绍。我觉得这个字面上的意义让我有点困惑哦。好，对，现在年节最的那个咸猪肉跟我们的高粱香肠，这是我们客家的。你们的咸猪肉超厚的耶，你看按哪块？客家人不怕人家吃，真好，太棒了！最喜欢这种来宾，等一下阿 Q 妹就做在色本太赶快。对，那除了这些，其实也有像我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地瓜叶，这是青菜的部分，也都是丽芳姐你们自己种植的。对，我们有少量多样化种植一些就是季节性的蔬菜。对，那像我们现在种这个地瓜叶呢，它就是属于那个一般人称为糯米种，我好像有听过糯米种，它叶绿素很高啊。对，它本身就会比较绿，它的叶子比较绿，然后它耐久煮。那其实我们在做这道料理的时候，我们还蛮简单的，我们只要就是用清烫，加一点苦茶油，对，然后加一点蒜去拌它，它好嫩哦，而且是很滑的那种口感。这是我们酵素种植的，对，纯酵素种植的，难怪古手很快。其实除了糯米地瓜叶之外，还有很多东某香的香菜，韩国东某香的产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同大家来小姐。好，分享真的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來同大家紹介係微笑自然農法，韓國其他的種嘅東西，咩做嘅東西。雖然有按斗嘅產品，不過剛剛麗芳姐有講到，你們是少量多樣的種植，但是其實也不是全部都是自己種，有部分是跟其他的農民來做合作。咁做嘛該會有按呢合作嘅工廠。因為很多的農友，他其實很多的產品現在都很過剩，像現在最過剩的高麗菜跟小白菜，真的，一顆聽說市場賣到10幾塊錢呢。貴的，現在一隻200 K， 你還一隻10 K， 百通那一隻，所以很可憐，農民其實很可憐。像我們就是說，很 A 級的東西，我們盡量讓他去買，那 B 級的東西，我們就想辦法幫他們做加工。像白菜，我們做成像酸白菜，像蘿蔔過剩，我們就自己下去做蘿蔔乾。對。那個高麗菜現在我們就做成泡菜。我們就是把這些農民就是比較過剩的東西，想辦法去幫他們有一個出路。這是我們想說客家人很勤儉，不要說很浪費的這些的。對，所以我們這種精神出發，想幫農民去做一個加工品的。精神，所以我們才會做了一些加工的農產品。那我們很多東西是少量自己種植。沒錯，像我們看到的這個薑黃粉，我覺得這個薑黃粉跟我們在一般店裡面看到的薑黃粉顏色好像不太一樣哎，這也是你們自己做的嗎？是。對，這個薑黃也是跟小農合作，還是說你們這個是我們自己種的？自己種的，對，自己種，然後也自己做嗎？加工的部分？是，我們就是切薄片，把它曬乾，就是利用我們的日曬充足的時候把它曬乾。曬乾之後，要在磨粉前一段的話，我們低溫乾燥。再一次低溫乾燥。低溫大概是幾度叫做低溫乾燥？我們會模仿那個太陽的溫度再稍微偏高一點，差不多是50度左右。對，然後再讓它乾燥一次，然後我們自己有買那個磨粉機。哇，對。所以就這樣子就做成自己做的很簡單的薑黃粉，很簡單，但是其實很不簡單。對，它就是在清洗的過程中就很麻煩了。那薑黃它有很多溝，我們都必須要刷，要把泥土這些都清出來，要清潔得很乾淨，不然你裡面會有很多雜質這樣子。是，所以工序很多啦。對，跟這麼該同，我不會看到的薑黃粉顏色好像不太一樣。其實我們有很多人會進口
国外的姜黄粉。对，那进口之后呢，当然它成本就提高，那它势必会加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在里面。那我们在地生产的就是很单纯的姜黄粉，那它的颜色其实我们不能用外观来看，对，那我们就是因为看到很多，我们以前自己也在吃，可是不了解它到底里面是什么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自己来种，然后吃得最安心。那我们也把这些东西推荐给消费者，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吃到这么就是很简单，对，很纯粹的、安心的姜黄粉。对，但是泰嘎就底姜黄粉很健康，但是你知道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放在食物里面做料理来生。那丽芳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你平常都是怎么样吃姜黄粉的吗？我会在饭后的时候吃一点点，直接这样挖起来吃，对，直接吃，对，因为它是必须要有油脂的成分，然后才可以把这个姜黄素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收，就跟我们的茄红素一样，是脂溶性的这个养分。对，那如果不直接吃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料理。怎么做？哪一些料理？我比较常做的是那个姜黄炖饭。对，很简单吗？很简单。对，我们只要把姜黄，我是用新鲜的姜黄，对，把它磨成泥之后，然后搭配我们的老姜，也是磨成泥，我们就是加点油去爆香。爆香之后呢，我们如果想要加猪肉或者鸡肉，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下去爆香，一起爆香之后，我们生米洗好了下去拌炒，拌炒之后，一般我们是用直接在锅子上炖煮，有的人可能会顾火很麻烦，怕烧焦，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放电锅，里面太棒了，直接放电锅。那我们的水量就是不用那么多，对，因为我们已经炒过了，里面有油，对，我们就是再加少量的水下去炖。那我们想要有点漂亮的颜色，像红萝卜或者南瓜，青椒比较不会变形的东西啊，像那个花椰菜，我们就把它摆在里面，就是摆得漂亮一点，我们让它蒸，一起蒸煮。是，然后很方便。是起锅前撒个葱花，那全家看到这颜色又漂亮，海香银色对，看了胃口就大开了。而且这个姜黄是香料的部分，而且对我们身体其实也是有很多好处的。它可以，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它可以活化脑细胞，所以我们偶尔吃它是对我们身体蛮多好处的。哇，是，出太有这个姜黄粉赢了呀！那一早我刚刚看很久的，让我非常疑惑的就是米咖啡。是，米咖啡感树后面有一笔，先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米咖啡到底是什么东西吗？这个米咖啡是我们跟那个千羽的田的，它产的无毒米。他们也是用自然农法去种植的稻米。对。那他们我们要做成白米之前，我们要经过一层一层的脱壳。对。那它是那个米糠。它其实是米糠。对。黑哦。对。是米糠，黑红的粥对。那米糠我们没办法直接就是把它做成米咖啡，因为它有粗细。那我们必须要过筛去留最细的那个部分，是。跟我们的稻米最接近的那一层表皮，对，我们留下来。对，那我们经过低温烘烤之后，保留它的养分，因为我们这个米糠里面含有很丰富的，有哪一些营养？有含很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对，那对我们身体是很好的。对，那我们就把它做成这个没有咖啡因的米咖啡。那为什么会把它取名叫咖啡啊？我好好奇哦。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喝一些咖啡，喝一些茶啦，对，那大家都有咖啡因那我们就取代了咖啡，它没有咖啡因，又有养分。到底这个米咖啡黑马跟米西啊，应该就有色可能，因为其实你看大家看得到这里都是米糠，非常非常的营养，是，喝喝看哦。它有一点可可的味道，为什么会有可可的味道？就是我们原食物它原来就是这个味道，那我们经过低温烘烤之后，把它这个香气给带出来，对，它跟我们一般想的那种米茶、米麸茶不一样，不一样，对，它没有那么的
黏那么的粘稠的感觉，是是是它是稀稀的，但是它会有淡淡的香气，对，它很清爽。对，好酷哦。所以这是听说是季节限定的，对，就是因为这个米糠其实它很不耐久存，哦你2-3天，因为我们这没有放药，嘿你2-3天之后呢，它就开始会氧化，然后会虫就要来了。哈，是那要怎么保存？所以我们就是在它在磨米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它一起。对，把这个拿回来，赶快收回来，对，赶快收回来，马上拿回来之后就加工。哇，对，所以真的是季节限定，只有磨米的这一段期间，张油压榨1年2季才有这个米咖啡，对不对？是。那除了米咖啡之外，还有看到超级客家，而且我觉得过年超级适合拿来送人，就是我们的笋干茶。但是你们的笋干茶看起来，你知道大小不太一样。对，这有3种，最大的这个是柚子做的。就是我们白柚和斗柚去做，对，有绑绳子的。柚子做的。对，那第2种就是我们客家比较传统，就是客家酸果虎头干。这虎头干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放在我们那个神桌上拜拜的，对，压神桌的。那最新的就是柠檬的，小颗的是柠檬的，那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柠檬嘛，对，没错。那我们就把它做成柠檬的酸甘茶。那我们最近是有一个也是农民，也是帮助农民，他有个2期的茂谷，那我们最新研发就是把茂谷它过剩的和它2期比较稠的拿来做成酸甘茶，那正在已经都在烘焙，就是今年刚做，所以它还在加工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非常长，要9蒸9晒。哇塞，所以也是传统古法的对古法的9蒸9晒。我们从开始去工作到它可以入仓，要差不多6个月。入仓6个月之后，这还没有开始。入仓6个月之后，还要在仓库里面躺3年，它才会陈化。因为外面的皮就是像我们的《本草纲目》里的陈皮嘛。哇！陈皮对我们咳嗽很好，所以这个东西是3年6个月创造一个客家人的传统。应该多喝一点，对不对？因为有点感冒。故说鸭，现在我喝的是酸甘茶。对，酸甘茶，这是我们客家文化的传承啊。现在已经年轻人已经很少没人在做这些东西了。那我们回来是希望说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这个是几百年的历史，客家人从广东梅县带过来。那我们客家人爱物惜物的精神，就把这些以前很可惜酸甘茶很酸啊，没人要吃，过完年啊怎么办？对，那我们就把我们家里剩余的茶果肉挖出来，然后把茶混在一起，然后把它做成经过9蒸9晒。那我们常常就讲3年6个月创造一个酸甘茶。要很爱护，珍贵哦。对，所以你喝这一杯是经过3年6个月的精华才产生的一杯。真的，我现在立刻吸收3年的精华，有吃到阿 Q 妹眼边都喊卡成熟，喊卡有滋飞毛啊，先休息一下，等下就要同大家来打这一股。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又到福喜来嘅节目，我係做一群阿 Q 妹，家下阿 Q 妹說咧，立芳姐同燕德哥家的帶一笋甘茶，家下有講到吼，有柚子的，有酸甘的，有檸檬的，然後全部就係遵循一條古法，9蒸9晒，韓國其實連底部嘅茶米，燕德哥有跟我講，其實裡面的茶都是非常非常講究，我們不用人家用剩的，我們都是用茶葉，對，因為茶末它其實一定會帶到一些灰塵什麼的。那我們用茶葉就是代表我們希望它的品質更好，不要讓人家吃到不健康的東西。對。那我們本身的做的東西就是要求它健康自然的，所以我們對茶葉的要求會更高啊。又冇打送，又做得養生，又省了空間安心，對不對？那另外這個我覺得另外一樣產品讓我非常有興趣的就是玫瑰醋，它的顏色好美哦，上面還有玫瑰花耶。是。而且其實不止玫瑰醋，你們還有酵素，對不對？是玫瑰酵素。玫瑰醋跟玫瑰酵素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我們的玫瑰酵素，我們沒有用那個糖，我們是用純蜂蜜去製作的。是。所以是用蜂蜜來當酵素的那個養分。是。那我們就是用綜合水果當基底，然後帶入玫瑰花瓣，然後製作那個
玫瑰酵素。对对。哇，那玫瑰花，因为牙医部里面有看到就是玫瑰花有一些是可以吃的品种。对，那这个玫瑰是哪一种品种？我们做的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对，蜜妮。保加利亚跟蜜妮是这2种品种的玫瑰。是。哇，然后其实啊，最近大家很流行是要有吃啊，喝很多醋饮这些饮料。那其实喝醋我很害怕，就是囤到黑时间，还有脸会有一种刺刺的那种灼热感。对。那我现在来喝喝看，知道我是有研究的哈，知道我会喝哪一种好喝哈。好，那我喝喝看哦。完全不会，超好喝，是因为你们稀释的很淡吗？也不是，因为我们用的是那个有机糙米醋，对，当基底，对，所以它不是会呛的那种醋。是，那我们在酿造醋的时候啊，除了冰糖以外，我们也是加蜂蜜，所以我有喝到蜂蜜的味道，而且我刚刚说，是很淡，但其实没太有糖诶，不是弄得太稀释太多了，因为我喝起来我喝到很多很浓的蜂蜜的味道。是。对，所以如果是稀释太淡的话，也不会有蜂蜜的味道，所以我喝到很明显的蜂蜜的味道，好好喝哦。对，所以这个就是玫瑰醋的部分。其实除了玫瑰醋，还有懂得某 Q 用 Q 咩吃，对不对？对，还有哪一些？我们有莱姆醋，还有紫苏醋。哇，对，我们开始大量的去做这个紫苏醋，因为紫苏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很多，对，然后它就是可以解毒，而且它很客家哎，不觉得它嘎总满那也全部就会怪喜。过敏的人，过敏，你看我们在吃，为什么在吃生鱼片啊？海鲜类为什么会加一片紫苏？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功用，它就是防止你过敏。对，它会解这个虾蟹的毒，对，虾蟹的毒，它也是好东西耶，对，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其实丽芳姐跟燕德哥，你们都把这些好东西全部拿来做，很开用心，很开孔天的东西，对不对？那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就是过年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咸猪肉，现在也摆出来了，就是二本他敢看，哇塞，我觉得这个咸猪肉真的是超级无敌大方哎，怎么会给这么厚啊，这么大片啊？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好的东西，客家人这很好的东西，对，因为厚它比较扎实啊。那我们这个肥瘦都很得宜啊，有挑过，特别挑过的啊，还有挑过肥瘦，对，因为它又要有肉，对，然后又要有皮的那种 Q 度，对不对？因为你太瘦，其实吃起来柴柴的。你太肥其实很油腻，很油腻。客家，我们的咸猪肉就是说，我们去挑的就是友善饲养的咸猪肉，友善饲养，对，所以是对动物很好的饲养方式哦。对，它怎么样善待动物？每天给它洗澡，好高级的服务。其实是让它吃的东西是很友善的，就是说不会去打瘦肉精、抗生素这些东西，就是让它很自然的成长的这就是友善饲养的猪肉，温体猪肉。那我们自己没去挑，为什么不用冷冻猪肉？其实人家说用冷冻猪肉，其实我们的不会很漂亮。你在外面看到咸猪，哎，好漂亮，每一个尺寸都一样。其实对。那我们为什么不做这？因为冷冻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第一个，它时间放多久了，它的来源在哪里？你看以前口蹄疫的时候，猪那么多，到哪里去了？其实这是我们很担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到我们的供应商，每天都要去4、5点就要去看它合法的屠宰场宰完，我们就去看，去选这些猪肉。其实我真的好怀疑你们家咸猪肉的味道够不够重，因为你知道我看它的表面的颜色，我看到一些香料，对，不过鸡毛毛该懂层没sen呢。对，我现在就来吃吃看哦。好。你们的味道好特别哦，没有死咸的没味道。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人的疾病就是盐分吃太多嘛，我们有去改良它，把盐分的部分降低，对，把其他像我们用的很多很好的东西啊，很好的一些中药材都是用比较高级的。那我们的那个黑胡椒是自己磨的，对。很香，因为我觉得那个黑胡椒有没有自己磨，味道差很多。对，所以自己磨应该胡椒有挑过。是我们自己磨粗细自己调，然后自己炒。
对，连我们用的盐也加了黑胡椒下自去炒己炒的，把它炒香。嘿，那我们再用那个肉桂，不是用桂枝，我们是用桂皮。这差10倍的价对，钱，这个价差就差了10倍。光这中药茶跟一般在用的差10倍。是，哇塞，你们会不会太大方了一点？我们就不怕人吃，只要吃得健康。对，这是我们的理念，我们在经营这个农坊的理念。对，希望大家都吃得很健康。韩国南腔这个咸猪肉，另外一个产品是香肠，这2样东西虽然字面上同酵素同高苏依秋某嘛该管联，但是其实加的都是酵素，跟酵素有关系，他们都跟用酵素做的，对不对？我们里面有添加我们自己做的玫瑰酵素。对，韩族用第一度有这个玫瑰的酵素，各位观众朋友是糖够按的组合某，我还真的没有听过哎。所以酵素对于这些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跟作用？它可以分解一些油腻的部分，然后让我们口感吃起来不这么的腻口，对，然后也不那么的柴。哦，对，难怪，这就是我们改良的部分，就是我们父亲传下来。是这样子，所以是阿爸搞你做对，传下来是这样子的口味。那我们要结合我们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那我们去做改良。对。哇，撒下来就会要盐葱了，盐葱来是看哪哦。好，这个跟外面的香肠不一样的地方是，颜色类都真实的肉块。就算是有肥肉的地方，我也是吃得到真实的肥肉，我不会就是整块吃进去嘴里啊 QQ， 哎，马该东西全部就生不出来。对，所以这个也是玫瑰酵素做的。对，我们有放红曲酒粕，那我们的红曲酒粕它不是酒糟，对，它是一个清酒的酒粕。哦，清酒的。对，那清酒做清酒的这个酒曲在我们台湾是没有的，它是只有日本才有。对，那我因为有朋友是有开酒厂，所以他提供了这样子的原料给我们利用。对，这外面是没有的。所以是日本进口的清酒的酒粕来作为盐草，它的酒味不会懂冲，然后又有甜甜的。我觉得这个是连生人都懂好吃的口感。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会觉得那个太呛的酒味加的会痒痒，就是会不太敢吃。虽然小朋友很喜欢吃香肠，但是酒味太重的小朋友可能真的没那么喜欢。因为我们也没有吃香肠，人家最怕的，我们也没有防腐剂，没有一些什么亚硝酸什么东西的那些。我们就是很单纯，就是酒粕，红曲酒粕，然后加了糖，加了盐，加了酒。就这样子，就很单纯，这样就是香肠了，是很单纯的味道。哎，捞到盐葱，哎，嘎懂到东西耶。外面加工的很多啦，防腐剂啊，对，为了让它颜色好看，它会加色素，所以很红啊，那些都有加色素。那我们就是靠这个红曲菌，让它颜色也很漂亮。是。对，姑寿啊，其实我觉得2位真的很多才多艺。你看，会做酸甘茶，会做咸猪肉，还会做醋，还会做酵素，那些东西全部就会做。你们2位到底本来是学什么？本来是做什么的啊？丽芳姐先跟大家分享。我原来是在电子公司上班，对，我是做采购。我是做采购，然后生管这一方面的，对，生产管理。所以我在对这些东西，我就会要求自己很严格，因为可能是我们工作的关系。对，那早期在工作的时候，对很多东西都是很仔细、很计较的。那可能是太用心了，然后老板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去业务部？所以因为我不喜欢太复杂的工作，那也工作很久，所以我就把那份工作辞掉了。辞掉之后，那我就开始做我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对，鼓手就会去田读烘周飞，然后手做这些对人力身体孔天好哎这类东西，对不对？那彦德哥呢？我们家从小，其实我们家从小是在玉米庙做生意的。做生意。对，做了其实50几年了吧。那我本身是从事建筑房地产业的。呀哈都喊黑。哇！那我利用假日到
早晚有限的时间去做农夫安尼啊，嘿。韩国幼童也要小农帮忙，对，小农帮忙。对不对？那我未来是希望说，全部的时间是用到了农夫了导，好棒哦！和做这酸甘菜，因为我们以前自己在家里只有在卖，没有在制作。那我就是去请教我们以前帮我们制茶的老师傅，怎么样去做？怎么去做，把这个文化传承？因为这个已经年轻人已经都不会了，几百年的文化传承。那我现在我们心里就想，第一个帮助小农的加工，然后第二个就是把客家文化以前没有的东西，以前有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发扬。让客家的文化精神能继续的去让传承到下一代这样子。好棒！因为我看到其他两三个木族地度，全部都散发出他们很快乐，因为他们做好色的东西，做空间的东西，有种空间的东西本大家来说，自家说到空间，他们的消费者全部要分享的到他们的空间哦。故说今天非常谢谢沈梦两位来到你节目现场，谢谢丽芳姐，谢谢燕德哥，沈梦，谢谢。每沈梦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先休息一下。田地运通先生来做运通。